孔雀。这是丁本伊所报的故事册内底的一章。这本册是还无人知。有一只乌鸦是真晓摆，去找着孔雀毛，就倒伫家己身躯，就开始看袂起其他的鸟仔，就嘴若发，我上高，我上高。一世界咧飞来飞去，其他的鸟仔看着真袂爽，就讲：你也毋是真正的孔雀，哪会看阮遮尔啊无目的咧？甲乌鸦围起来，甲拍，甲斩。乌鸦互拍甲鸟毛落了了。骹嘛断去，奄奄未消见死去啊！后来有一只真正的孔雀来到位，遐个鸟仔嘛甲当做乌鸦，同款甲拍甲斩，就搁甲拍死。遐个鸟仔就讲：若准有福气。拄着真正的孔雀，阮就会用上悬的礼数来欢迎伊。毋过这个世间全是假孔雀啊！寓意天下的众生全是戆呆，无才调看出才能的有无。